西站，我看看有多少人给我抢。哎呀妈呀，还有10个。东站宽，但是没有东站比西站长，但是它有好多层。是这样的，这里有因为它时间太长的话，我不能保证我从头到尾这个有多少层状态都很好，你懂吧？我们也忘了啦，我怕错过什么点。反正错过你们就再告诉我一下，好吧？西站在哪里？西站在仓前这边，在仓前这边。等我再看看那个少个支架。李老师其他的视频，我再研究研究到底是不是一级。可以的。反正我目前看的都说话都有那个撒娇的感觉。五官没有那么立体，立体点好啊。鼻子更重。没有的，我如果不弄我这个鼻子的话，就很黑了。可以。看一下这哪天视频啊？妈呀，8月份的，到现在还在看。哼。我的，你给它放拿了一个地方呢，给它支棱起来。支棱起来，支了。左边那个帅哥好看一点。这是谁啊？帅哥，帅哥，有人叫我。他也有点憨憨傻傻的感觉。太好了。给你们看过了啊，帅哥。小舅子。哎呀，你江苏我们还没出发呢。给你们看甜妹喝奶。什么鬼？这块看过。左边是女的吗？左边。甜妹，只有你觉得是甜妹吧？谁？左边是哪？左边是她。哇，娜娜你好漂亮。这个眼神。你更漂亮。希望我不知道呀。甜妹。本来是笑着的，1秒就变成那样了。我们去哪里啊？我们等会儿要去哪里？启东吗？他俩就这种东西应该乐此不疲。希望你先惹再哄。左边的是女孩子，叫肖龙，王肖龙。Hello， 我们现在在新西站。那个也在直播，那个也在直播，他谁的？啊，你看，给你们来我觉得为什么在你们那里的我的好看一点呢？我自己这里的就没那么好看。跟上了屏幕。瞎说。不是，娜娜这里没有调过，娜娜明明都好看。肯定你给我调掉了，你看。他说话也有一点点可爱。拍起来然后就这样的，我觉得我直播拍起来就这样。好，来给我涨涨粉好吗？你们要看的云霄和君君都在这里，能不能给我涨涨粉？因为君君自己也。哎呦。君君这边的粉丝到我这边来一下，来。妈呀，我再说一遍，好可爱。对，谢师傅那个美颜，我也觉得有点认不出来。再给我说一下，再说什么？谢师傅的美颜美的特别的美，好看。君君的粉丝们到我这里来啊！啊，君君那边几个人啊？哦，100多个人。使劲。100多个人。感觉这个姐姐好搞笑。到我那边去逛逛，这样吗？你来看我大老婆。到我的直播间来。这是我。哎，这眼神。老七没有开直播没关系。 1秒吸力。完了，我这人越来越少，全到你那里去了，完蛋了，我只有2个人了。什么？你们不要去！妈呀，他俩对我眼睛真好。帅哥，真是对我眼睛好。帅哥，帅。他真的是1秒从帅哥变成憨憨。哇，我小老公这边的都来看我了，谢谢大家。哎，那你是不是抖音里给我发的那个照片，真的是哇，这人气好高啊！脸不肿。今天我们这边有好多人。这个新西站有没有很漂亮啊？好可爱。我们给他们看西站去。谢谢。然后把那个带着吧。哎呀，这个地方充电也没充进去，等会再来。我估计这期视频我音轨要调很久。我们今天在那个西站，因为我不想让我那个咀嚼的声音，反正是就是太大声影响这个视频，我可能就会来回调。啊，对，宣传的 MV。我尽量把我声音调大一点。慢一点。好，走慢一点。我是不是屏幕有点抖？给你看一下天窗。这个天窗好配啊，好般配啊。角度不是这角度吗？不是熟悉的画面。我们俩干什么？那我们的后面就是天窗呀。好。什么？这我看看。角度不是这角度吗？在哪儿亲的？瞅一眼。宣传的 MV 拍完我们再去启动。慢一点。好，走慢一点。我是不是屏幕有点抖？给你看一下天窗。这个天窗。角度不是这角度吗？等会儿。这个天。我看着了，就这儿。角度不是这角度吗？我不管啊 ，CP 脑就是亲了。
不是天窗吗？要我们俩干什么？那我们的后面就是天窗呀。哦，好，这是对西站的。我说个事儿啊，就是，我也看到有人说什么啊，又说他俩什么各自有各自的朋友，这那的，就是磕戏里不要磕戏外的。我的看法，我个人看法是这样的啊，你要是觉得不稳妥，你可以说我，倒是也不用一棒子打死，好吧？就是我觉得磕 CP 这个东西，就是带着 CP 脑来磕的。我磕 CP 的这个当下，我磕就是磕他俩。我想磕他真人，我就磕他真人；我想磕他俩戏中，我就磕他俩戏中。但是就是脱离这个就是圈地自萌的这个范围啊，脱离这个范围之后，你不要舞到他们两个正主跟前去就行了，对吧？不管他俩实际上是什么样的感情，怎么样的，那跟我自己这一小块我想要磕这个 CP 没有任何的冲突，对不对？我就要磕他俩，我就觉得他俩，我磕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俩是一对儿，我就觉得他俩般配。这也是咱们的自由，对吧？我觉得他俩现在很配，但是我不可能说我贴着他俩的脸，我开大，我说你俩就是一对儿，你俩真配，你俩结婚，对不对？这是两种概念，所以呢，就是我们尊重单推，那单推也得尊重一下 CP 粉，对不对？就是大家各自在各自的圈子里，然后反正都是支持他们两个的吧，对不对？不管是 CP 粉还是单推，是不是都是喜欢他们两个，然后支持他们两个的？所以这不理应是一个同一战线的嘛，对吧？就没必要因为这个事情来回的吵啊，搞得大家不愉快，没什么好的。他俩个人像我也会看的，只不过就是没时间而已。我会做很多期，因为你们给的物料很多很多。的天窗，我带着我老七带你们逛逛杭州西站。咱这说句实话，就算他俩再也不发糖了，你们就等着我一期一期的跟着你，就是那个陪你们一起磕，还能磕个1-2个月吧，至少。我拍 MV 的那个电梯的上口，今天拍的时候，因为那个电梯呢，那个很长很长的电梯。他在维修，他没有开，然后我就没有坐电梯，然后带他们去反过去。那要我不带上我们人吗？哎呀，拍得出来的呀。这不是甜妹？哎呀，弹幕烦死了，关了啊！不要！然后我错过什么，你们告诉我就好了。本来开弹幕是怕错过糖点，比如说刚刚那个亲亲。从没像今天这么好看。对，是高铁站。是的，是高铁站。哎呀，我可能会稍微扯点闲嗑来，这种往事就是换一换脑子，集中一下我注意力。然后它差不多基本上建好了。比如说你们吃饭了吗？我们是来拍 MV 的，到时候可能也许在那个高铁上面的电子屏上会有我们吧。电屏和东有区别，区别还是高铁电屏。它屏幕它这边会宽一点。我真服了。我就说我的脑子最近不太正常嘛，他说的是那个电子的屏幕是吧？我以为高铁用电瓶，就是那个电瓶车的电瓶，我还想说啊，为什么在电瓶上面要有他们？西站好好看这个画面。西站的天窗很漂亮，再看一下，带上我们的天窗。对，很漂亮。这个下面有综合体，然后有地铁。有综合体吗？就是这个下面有商业区。我都没有看过，我们去看一下，让我们老七带我们去看一下。哎呦。的我们综合体老什么 MV 啊？就是关于宣传西站的。你什么时候开通？还轮不着我们啥事儿？好像也没跟我们讲啊。看，等他们看这个下面。这个电梯去年的，这还没开呢，那时候。昨天是开的，很长。对不起，不了解电梯。对面开了。我怎么切反过去呢？我又不会反了，我太久没有开直播了。头靠头。反过去呢？这怎么事儿？凑近就凑近，非得贴上。这个里面。镜头翻转。翻转过来，他俩是一个什么姿势贴，咱就不知道了哟。看这下面还有好多层。要下去吗？不要，走上来好累的你。那我翻回来。好高啊！那我翻回来，那我们走吧。就是喏，对面有一个长电梯，这里有一个长电梯。让他们走一下安检口。他不要我带你们下去，那我只能听他的了。哎呦，你听，你不用管我们死活。平湖。听吧。平湖是嘉兴吗？
平湖是嘉兴吗？在嘉兴那里。他好像还很骄傲，嗯，你们吃饭，我们吃饭听自己女人的话，他很骄傲是吧？看，按键检票口。对，这是西站的检票口。刚才我就看着这盒奶奶什么时候能换到陈老师手上。你去给他们演一下。不要。哎呦我！他不肯给你们演。对不起，我不应该说日语。站的检票口。听几遍都想发出感叹。刚才云霄的 MV 有一个镜头就在这里拍的，你去给他们演一下。不要。他不肯给你们演。只有这你告诉我这是御姐。闭上眼睛给我3秒，你说的啊，快闭上眼睛，我们数1、2、3啊。1、2、3。好，你俩爱去吧，别管我了，别管我了。你家小娘子那可不，我们家小娘子是个甜妹。哎，好，哎呦我天，我真服了。谁能给他们剪一个那个 Papi 酱说有些人谈恋爱就那个视频呢？刚刚呢，我在这个镜头这块柱子这里拍了一下，你们到时候万一坐西站高铁看到了，跟我讲一下。有视频吗？我想看看那个他们拍完那个视频。最近会去哪里演出？快报一下。我只什么一下？巡演什么一下？报一下。我可能有点空耳。最近会去哪里演出？快报一下。哦，报一下。保利我神经病吧？我真服了，怪不得单推骂我，单推骂我活该，个死 CP 脑，真服了。蝴蝶剧场，空耳了啊！蝴蝶剧场离西站远吗？蝴蝶也快到城西，但还是有段距离的。给你们看一下啊，这是一个军人候休息室、候车室。然后呢，今天是给我好可爱啊，李老师。不如去东站，这不就甜妹吗？为什么？怎么事？怎么事儿？这是？然后我看看怎么回事。没有啊，西站为什么？这什么意思？这怎么镜头消失一下是意思？今天我们一帮人在拍。哎呀，他俩是哪人啊？对，昨天我带着英台逛了一圈，然后等会儿就这几分钟了。不是特别不到10分钟，换了多少个称呼了？小小的，你们给点面子。一会儿还有自己的女人呢。小视频。什么问题？好可爱。有没有？最近杭州没有，我们要出去了。我们要出去，下半年可能会来18天。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老婆，你们叫的是？妈呀！吓我一跳。虽然我看过这一段。叫的是你和你老婆。没有啊，行吗？我们去坐着吧。哎，我举的也有点累。我帮你举。哎呀。哦，果然你举我好看一点的呢，小毛。你就举着吧。我看看啊。你们来过海南？海南哦，海南。山伯准备哪里啊？云霄姐，你们什么时候再来绍兴？我要开学了。绍兴好像暂时又不来。刚刚去过2次。他们就是上次几年的呀？我上次在开直播的时候，是不是？我感觉是不是有粉丝跟我说过呀？新增计划那会儿，我这个记不太清了。Sorry 呀，Sorry，你再跟我说一遍。答应了你了，是不是说到做到了？什么时候答应？我都没答应你，什么时候答应？我答应他们的。不要抖，我看看那个字儿。妈呀！那个祝英台在那儿坐着呢。哪个祝英台啊？浙江卫视的祝英台，就是你们能不能给我发点他俩的那种好看的图片？你给我留个脸好不好？别给我发那种就是有那种就是那可不授权的那个站子的图片啊，就发点那种日常的也行，他们自己发的也行，或者是授权全开的也行。等会儿我们回去再给你看。等会儿给你看啊。娇妻。情侣装。对，情侣装。还是我。你看李老师那个眼神，那种窃喜的感觉。就看你俩，就看你。好！哎呦我天，真是服了，真受不了你们小情侣。英台的。
这不是羔羊，这不是。这好可爱呀！我了个豆！明明所有人穿的都一样，就你们俩是情侣装是吧？情侣装顾名思义，情侣穿了的才叫情侣装。蓝天大卷。就这跑，就是都开跑了也得这么搂着。这里好，这里好，坐着我的小木马。哎呀，这奶怎么到这儿了？我错过了，我错过了，不允许，我再看一遍。我看看这个奶的踪迹。这个时候他的手上还没有这盒奶，是不是？我看看啊。还是我老婆漂亮。啊，你老婆，我怎么一挑就挑到这儿？就看你。哎，谁能告诉我这奶什么时候到他手的？我真的是。里面有去北京吗？不够高。英台说他要进去，那我就从了他吧。哎呦，卡不住怎么办呢，雨翔？卡不住怎么办呢？那，哦，我知道了，不对，仿佛这个外屋只有那么2个人一样。哎呀，这样也不行，真离谱，小情侣这里。哦，有没有道理？有的。阿姨不会不让你做吧？不瞒你们说，我确实是科学家。什么？确实很会磕，跟着我磕就完事儿。我们是越剧。对。满嘴跑火车，反正就。什么？没有的都能给你说成有。不是没开吗？没开怎么有人啊？是那种那个清扫的阿姨吗？啊，对，我们是越剧的节目组，对，是的。哦，节目组，就这个点头，好可爱啊！对，今天光拍不唱。作精开始。我听不懂。被偏爱的有恃无恐。你刚砸了我多少下你？叫你凶完了就是继续。的女人。好，下一个称呼来了。你过了啊！我自己丢两个。好会哄哦，他俩都很享受这种把对方惹毛了然后再哄的样子。刚才阿姨就喜欢对方气急败坏，你们什么情绪啊？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啥。呀，怎么不更新了？我现在一手拿着这个耳机的麦，什么？一只手在单手拆一盒甜品，很费劲。你想这个找的地方贼好，你看我们俩。那你说这一期我用什么封面呢？上一期我那3张就是杭州西站那2张。云霞姐姐最近还在练字不？云霞姐姐最近太忙了，根本。为什么她也这个我没？好可爱。就戴在我头上了，你看。哎，姐姐好好看，姐姐。哎呀。好。他还在别的时候叫过姐姐吗？我觉得很带感。现在直播间有多少？年上叫姐姐。202个。庆祝一下200个人。真的200个。好像小孩哦。哎呀，我还真的从来没玩过这个。君有一张侧面跟肖战好像。他怎么都跟肖战像。我不评论。还是不太像的了。以防粉丝骂我。君走了，阳台的花已经死掉很多了，基本上都死掉了，因为前面很忙，什么花呀？然后又特别的热，然后就死掉了。然后猫的话我托了别人照顾去看看。还有猫啊？可以啊，你来找我可以合影啊。你的发色是什么？
我的发色前端发色是自己的发色，后端我那个时候染了个闷青，但是染失败了，变得更黑了，比我自己的头发，然后现在退掉了吧，我也不知道。这么看不是一样的吗？又靠上了，又靠上了。啊，还得这一整面都靠上，我也不知道你有。蛮好的。又到我头上了，怎么办，雨潇？我觉得你这个新娘子的梦是不行了啊！你俩谁大我大？喜欢李云霄前堂里，他前堂里不就是这样子，头发这样搞搞的这样？前堂里就是这样呀。他好自然哦，正常那种不都得对吧？稍微下意识的会来厦门躲避一下。厦门暂时好像这是什么？这个哪个是什么？气球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看到的。这个气球，刚刚看一下，哦，小谷送的热气球。小谷，云霄姐姐的双眼皮同款悲伤。他说你的双眼皮像景甜同款的悲伤蛙。我不评价。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云霄，是我的错，是我没有带他上杂播。原来是年上。第一次直播。3排，记住3排3排15座，3排15座。那我这在台上我也不能去找你。云霄怎么和我在西码头上看到的不一样？越来越美了。一样啊，可能我那个时候比较瘦，我现在胖了一点。问一下，最近在江苏，毫不犹豫、不假思索、脱口而出，然后就又靠上了，又靠上了，我真的是。这个纸鹤你刚才看到了吗？我没看。哦，百花团。陈老师这样好可爱啊，他好认真，每句都在回。你来看呀，这个还蛮帅的。那个，这个你怎么找我？觉得无聊了又开始闹他了。我也不知道你该怎么找我。你要么去后台门口找我。女胖子一定不是我。你们都穿长袖了没有？我们现在还在杭州。我们现在还在杭州。今天挺冷的，其实杭州挺凉快的。对，大麦应该有票的。哎，姓许，许仙的许。他们一般都在哪儿？那个啥呀？那个演出啊？好吧，2个就算了。会在外省吗？能不能在北方啊？吃过了。叶全真。他说什么？好，双哪个双？那个他在问是谁吗？过了。君是嵊州人，我跟他2个刚才已经拍悄悄话不挡嘴，单人的，然后有什么用啊？集体的，然后他们在拍单人的，所以就还没有。总会有那个唇语大师。常州淮安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还没去。我这是属于那种大巴带我去哪儿的，所以我的脑子里都没有记住我下一站要去哪里。什么时候可以现场听一些？我也觉得他俩脖子疼。来剧场就能听我们现场。我觉得陈老师脖子会疼。下站，哎呀 ，MV 里会唱吗？会唱的哦。君看看，我看你了，凌晨蛙，看你了。我们俩其实也没有趴着啦。我们俩没有趴着，我们俩坐着。啊！哎呦！哎呦，这就是摔的第一次是吗？李老师怎么这么开心呢8条新消息，他怎么不更新呢？手这就把这个弄过来。阿姨姐，我们吃过了。我的鼻子消肿了，阿姨姐。哎呀，太快了！天哪，我看不见。2个傻小孩的感觉。快跳了好多。他当然来过啦。什么？我那个剧场我要去保利，反正是保利院线。保利在哪呀？云霄带过君。 Sorry 呀，我是真不知道啊。当然吃过了。我不激溜啊。
我是台州人。什么什么哪儿？喜糖还留着，下次来喝喜酒。看你了，烟雨。只要我不知道是谁发的，就是看我了，看我喽。再来北京也能。蹭错觉喽。北京可能是不是前头2去了？我是台州临海的，前头应该下半年。会去北京吗？北京也离得蛮近，离我蛮近。这次来乐队也跟着来吗？来的呀，我们乐队都来的。大锤姐是谁？大锤姐是谁啊？大锤姐是谁啊？温州还是会去的哦。打鼓的大锤姐。大锤姐是谁？我看一眼是谁。哦，键盘姐。我能看到吗？潇潇。弹幕有人说吗？潇潇会去的呀。你们那么多人看，怎么不多发点弹幕啊？你们就应该在这一条的弹幕里面安利。哎呀，太快了，我头晕。你看一下，报一下赞。糯米鸡是什么？确实，我看有人说我被陈老师迷住了，确实是这样，我被他的颜值迷住了。糯鸡鸡最好吃。就他那个蓝衣服的什么粉团类的红蓝衣服的那一套，他俩太好看了，太好看了。我们嵊州的东西哦，台州人是吧？台州在哪？对不起，我是理科生，对不起。我华贵台州是哪个省的呀？南方吧，应该是。青什么？CK 要接受什么？不理你就不理他了。开始连麦。来了吗？来了，要走过来。人有点奇怪，都这是啥？你们在哪里呀？我们在一进来就99票，在你心里。怎么看？我今天第一天玩。怎么那么轻啊声音？哎，声音调大。不用声音就正常就好了。我们2个找了一个地方约会。你们不要打听听嘛，听听观众都没有。刚才他们说要看你，这么光明正大的那个约会，那个万松书院那个就。哎呦！连麦秀上恩爱了是吧？那你回来呀？我们还没这姐姐做错了什么？咱就是说，你们俩还约不够是吧？约不够，天天约是吧？你看这里。哦，现在是我们所有人手一个直播间是吗？他们都没有去。是人手一个吧？你们俩是一个人是吗？你俩是叫军销是吗？你俩没有自己的名字，你俩算一个人。不用吃就下了。什么？我怎么赢了？这群女的怎么也有点吵闹？谁给我送的？什么？你不是本来赢的？好聒噪一群女的。原配表示很愤怒。云霄很大气吧？只不过给君君准备一个榴莲嘛。对，我是浙江小百花乐队团的。我是浙江小白花乐队团。然后这个是这样子 PK 上，看这个数上。就是他现在票比你多，你就是输的状态，但是还没有结束。闭麦就是把这个喇叭。这姐姐是谁？最右边这个，短头发是吧？就自己跟自己这边这样说了，是吧？因为我跟谢禅现在在一个地方，所以如果说声音开，他俩是静止的吗？那他现在你可以把它开成，因为他在其他地方。Hello。哎呀，好可爱，这2个笑的。君君有10几万粉丝了吧？现在？对，没有啊，他是开168个粉丝宝贝。你多粉丝吗？他有笨蛋。还浪漫大侠，谢谢你啊！我才3000多个，我不配待在。我粉丝是有。他俩一起笑太好看了，我决定了，封面我要截他俩一起笑的。我上次就截了一个，我觉得可好看了。听不到键盘。我后来我说我这没人，我就不播。结果他们全开了。在开花，我就下去了。哎，他这个礼物是画面里有几个人就会戴几个眼镜吗？是这样吗？在直播的，把连进来，我去看一下。你说让他们2个不要回来了，他们那里好像。那这个赢了会怎么样？输了会怎么样啊？不知道，我不懂。输了就你看你都1788了，我才100。输了嘛就亲亲卖个萌啊，表演个节目啊啥的。哦，好的，那等会亲亲表演节目。
别坏。小情侣合伙欺负人喽！唱戏去了。哎，可以3个人一块吗？什么叫3个人一块？就是只能连2个。因为它是抖音不是可以4个人连吗？3个也行吧？我懂了。应该也行吧？可以来跟别人。什么？啊，只能双数连，是这样吗？啊，4个。还能多吗？4个以上还行吗？你的话输了的话，你就怎么样？你说了算啊。听听你自己说了算吧。他俩就像我自是己说了算，给你卖有个萌娃。结界，画面里有3个人，但是他俩就是一种结界。你看那个你大老婆，你做了什么表情？不是他大老婆，大老婆，哎，大老婆在自己那个，哎，我这必须要罚了咯！你粉丝量这么高的，太吵了！我现在对，我们现在找的这个阴蔽的地方，不是在哄非常，好就是在哄的路上。等一下我们合唱，好合唱不叫你们俩了。一个好的依靠。那你们就录掉了再叫我们俩吧，我们俩就等会儿就直接去启动啦。我们来 solo 啊？哎呦，怎么有小朋友玩哎的东西啊？呦，我们这里小朋友玩的。还扶着，他俩就是肢体接触很自然。这个 PK 是哦，都做起来了。铁三角。铁三角那么多的连线呢，对啊。非常无聊的聊天。反正我是第一次玩，啥都不知道。是不是马上快修罗场了？然后呢，这个呢，什么时候终止啊？马上就要结束哦，已经。你们喝过青瓜柠檬茶吗？你输了。就黄瓜。肯定他赢了呀。我在香菜和黄瓜里面选了黄瓜。香菜我犹豫了很久。哎呦哎呦哎呦！哎呀，你俩就是啊，我靠你，你靠我。就3个呀，我想再蜜雪冰城甜蜜蜜是吧？但为什么你要想再发起就不可以？等一下就会自动那个下播是吧？那邀请主播。没长骨头这俩。不行啊，我怎么大家都玩起来了。李老师来的。那邀请一下徐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们是自动就会下播的吗？也不太懂这个我也不懂。会他们是断网了吗？断开吗？要了呀。就是蒙播。怎么都在玩？你看。来了呢。弹幕有点 KY 了啊。快点。不过他们当时讲究 KY 这回事吗？你们2个，哎呦，好恩爱呀！确实好恩爱哦。那我们要断开了，我们俩。哎，这怎么看谁赢了谁输了呀？我讲错了，从哪能看出来？云霄。这样断了吧？我有点累。对。不会自动哦。断开了。好好看哦，突然放大，好美哦。还是我们没有资格关系，我不懂，还是我不知道哪里按了，主要是他们那里太吵了，实在是，哎呀。确实世界安静。来，君君，我们约何文秀，好啊，我们约何文秀呀。何文秀，我们云霄也去的。我从头绿到脚。打起来，打起来！云霄姐姐，我没有跟你合影，合到影。你下次来呀，下次来我让他跟你合影。哎呦哎呦哎呦！约我做自当家做主了是吧？家庭地位了。下。好的呀。云霄有抖音号的呀，我不是昨天发的那条刚这。啊，不是我卡了吧？吓我一跳。云霄一起带到后门去，云霄就会从后门走出去的。云霄会溜出去，就是云霄一般都比我早走。美女小阿姨可还好啊，开罚你。会不会说话？拖出去，插出去。云霄看何文秀什么心理活动？你说。何文秀是什么呀？何文秀是什么呀？太简洁了。92年的呀，陈老师。真的吗？我是阿姨呀，君君阿姨。你那个抖音的那个头像太模糊了，让你换一个。没事，咱俩差的不多。抖音头像。老婆。谢完幕我们就去后台换衣服。差的不多，老婆，10岁而已。
他人都不知道在哪里，还帮我搬。我没有帮你搬过行李啊，李云霄，你就讲良心。今天早上说，哎呀，有个叔实在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就是一直在吵他。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把你吵醒了。就是太沉浸式约会了，是吧？根本看不到任何别的东西。哎，这个镇夫刚，我看到那个有些视频上名字也是这个，是这个越剧里面的叫法吗？哎呀，他这样好乖啊，上木线。他俩都好乖。哎呦，好，没开2度。为什么会倒啊？就是动一下，然后压到那个球了，是吧？不能再摔了，我们2个人太幼稚。人家都是1人开一个，怎么他俩就2个人开一个？为什么老是什么意思啊？给我做记者。你拍完了吗？你们俩都拍完了。单独的拍完了。他笑的眼泪都出来了。他多高啊？真好听啊！是吧？哎，能不能再给我介绍一下他俩呀？我看一下你们信息。我不知道，可能你们说过，但是我那个没记住 ，sorry， 我先划过。就是他们是哪里人，然后那个云霄是几年的？哎呦，李老师，妈呀！我听陈老师叫久了，我也开始云霄。修罗场不会修就是罗场。哪一年的啊？多高？好吧。是啊。感觉你那个滤镜好看。修罗场开始喽！某人套的这个外面壳都拿着。 2个祝英台。你看，我这才25个人，还是现场迎接我2个。这么多老婆，2个英台。你好像很得意。青青，对，青青刚才没有媚眼，到我这边把惩罚做掉了，媚眼没跑。谁说我媚眼没跑？他们说了。对呀、我抖音都我自己发的，我自己剪的。啊，好奶呀！这几句话。说什么？我的嘴角与太阳比，青青真生性爱笑，天生的没办法，对吧？就怕会榴莲。咱就是天生的这个微笑唇，嘴角上扬，哎，他就下不去。这2个美女长得好像啊！哪2个美女啊？好的，你来吧，启东海门，你来。哎，据我看，他俩那种剧里的扮相已经过去好久了。下一期我不看日常向，你们别再催我看什么榴莲啊、番茄炒蛋那些，我要看看他俩戏中的那些。哎呦，又开始哄，该，就是欠揍。为什么我没有？看我怎么乱。你正好呀，那个我放假之后，有时候可能会开直播看啊，不一定看谁，反正我会在标题写明，就是大概是看的哪一对或者是什么圈子里边的。你们也可以来直播玩，那样的话我们可以就是边看边交流。没电怎么办？这样我自己看就不会太难过。我再充，然后回去的时候就插在那个充。哦，等一下合唱的时候我们可以去。哎呀，他刚刚是我再看一眼，我就低头喝了个饮料。哎，等一下啊，这个手是谁的？是李老师的吧？这个我指你们也看不到。我靠，我是傻子吧？就是我真服了，我在这指屏幕，
才反应过来，你们也看不到我指屏幕，就是陈老师腿中间这只手是李老师的，对吧？什么姿势啊？你俩这是？那陈老师手在哪儿啊？哦，等一下合唱的时候我们可以去。哎呦，借着拿出来这个劲儿，还想给人扒拉开。今天小百花 CP 见面会追喽！追喽！我告诉你们，哎呀，我怎么了？放鞭炮了！哦，这个很漂亮，这个好看，太棒棒的，谢谢大家。你们什么时候再来？我也不知道。三个人的爱情使人迷惑，你们三个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强。你们越剧有自己的燃动。他好像个小孩儿啊，李老师他好可爱。我是越看越能 get 到他的，就是他们真的很甜美，我觉得长得也是。上学的时候就是说搬东西，他们总是说女孩子不是他自己这个盖头要么到我头上，要么到他头上，他自己不到你头上，你口到前面去。一句话没说，把家底儿都翻出来了。个盖头好不好？他李老师一句话没说呢，那边已经开始细数自己的罪过。怎么给你买一个头？能不能弄的？两个小傻子。哎呦哎呦，你笑就笑，还要借机。这个片子是哪里来的？他们送的吧？买的才有的啊。谢谢。我要游一下。我们在游乐场。对，昨天我们拍那个《梁祝》的时候，云霄就说要来这里拍，但是哎呦，这边就是客客气气的那个 say sorry， 那边就得哄。哎呦，这样也可以拍。旁边的姐姐，我对你没有意见哦，你特别好。我就是个死 CP 脑。对，刚好把你长完了。我前两天那个皮肤是这样。小西是学校里的第一个老婆，我在学校里我没老婆。对，那好像没有，对，我没有。我已经要开始背诵了。我学校里有老婆吗？转移话题，别聊了但，是我学的是单人班。再聊你就 BBQ 了。3个人。哦，我是跟踪一人打天下的那种。我不知道我的抖音号。云霄你就搜李云霄就可以啦。对啊，浙江小百花。李云霄。就可以了啊。不用浙江小百花，就李云霄就可以。今天装不可，那可不。哎呦哎呦哎呦，你看，逐渐变成从人。有吗？那应该不算吧？我们两个是第一年，好像是穿玫红色的班服。妈呀，这个不开空调的大冷天里面喝冰饮真的是有点要命啊！但是好喝，别管。你忘啦第一年还有我们说要那一天要特别要记得那天那个日子，你还晓得不？就很难过的那一天。很难过那一天我记得，很难过。很难过那一天我记得，可能因为太难过了，所以不记得其他事情了。很难过一天，说明你那个时候不难过。你们要为我们两个难过。好，这个过去了。什么东西啊？我也没听懂。再聊云霄就吃醋了。哦，是聊他们两个的一个什么事儿是吧？就是和右边姐姐的。我们是和谐社会，不适合武力解决问题。少说几句话吧，挨揍的又是你。因为西站空调惹毛了得哄的还是你。我这已经叫的没人了。没事，你在我这儿有人。第一天来他们教我的。哦，你看，哎呀，他是真的按人头来的是吧？对，我们在西站。他刚刚说了啥？你看看呀，就想跟你贴贴，1秒都分不开。小
就要贴，往死了贴，贴贴。刚刚李老师贴陈老师，现在陈老师贴李老师，好啊！哦，可能是吧？你们小情侣，我真的是够够的。子文，你怎么不来我那里？你那里人太多了，来支持一下我。我们今天不是录节目，我们在拍 MV，我们现在已经拍好了。我们还要拍合唱，我也不知道那个 MV 里我的鼻子能不能遮掉，但是这个是看得出来的，那个颜值。哎呦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！也这么像。你人还蛮好的，把弹幕给我撤掉了，方便我截图是吧？因为结痂了，要不等会儿我。你不用拍了。干嘛？你现在能拍了，你干嘛截图不拍？因为我们手机。妈，吓我一跳！在西站呀，在杭州西站。你看是子文嘛？子文，君君姐要吃素了。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哎呀哎呀，上手的下一秒就已经在哄了。对，西站还没有开通，然后他们现在还做，已经属于条件反射，还有楼下都还没弄好。肢体记忆。哎呀，这个冲出来！哪里？跳过去。像一只二哈，像一只大狗狗。它两边串门，下面讲。有一个犀利的问题。什么？我一定要得划掉头晕？什么？不行，这个问题一定要看见，不能头晕，不能划掉。他们应该反复敲。宕机了，宕机了，3度了，合着这是3度了。生活不易，狗狗叹气。干嘛？造反啦！无能狂怒，把怨气撒在这堆海洋球身上。我有裸你了不起！不怕摔。哎，我可以这样游一圈。哎，我可以这样游一圈。哎呀！真的。就是刚才那个问题谁问的？再来问一题。好。哄开心了，李老师。像什么？啊？这样看着不太聪明。对，就是儿童的。明明是3个人的直播，怎么又剩下2个人了？你看你来了之后，我长了35个人。我这边怎么不长啊？没人来看，因为好吵哦，都听不太清他们在讲什么。捧个场吧。大老婆没来找我。我的祝英还在呀。我把这样拔出来了，会不会要赔钱？这什么捣蛋鬼？这俩小学生儿在装修。对，在装修，这个地方还没装好。在我这里叫君没下午。哎呀，怎么办？又开始喽！小动作真多呀，你俩。杭州西站还在装修。它好像小猫咪，右边也是可以看，左边也是。就是那种很傲娇。一个谢谢你，一个祝英还在打我，一个祝英还在。就要通过这种小伎俩来这个儿童乐园是这样的，吸引他的注意。还太少。这种无奈淡宠，杭州西站。别把我磕晕了，你俩。东东呀，东东就是上次来化妆的那个人啊。又在后面
闹腾上了。我们在杭州西哎呦，这个对视，有一种你能把我怎么地的那种。大老婆在，哎，大老婆在哪里啊？被偏袒的人是这样的，被偏爱的人。那个大老婆是谁呢？谁呢来了没？他应该快敲好了，边上。救命啊！李老师在后面好可爱呀，就是小孩儿。我屌，还挺准。打起来，打起来，打起来！我觉得我们这样。开始告状，这不就一群小学生？他们拿着，那我打谁？娜娜，你今天好美啊！哇，你们就这样鞋子穿进去了？要这么写的吗？他们都没有弄过。我感觉我看不出来，我怕把他们弄脏了。哇，原来是这样的！你要不要放上来？问题是我这个。李老师像那个有多动症的小孩儿。哎，倒掉了。因为就是一定要动弹，就不能老实的坐在这儿。哎，聪明呢，安排好。干嘛呀？那是不是很脏的？我大老婆来了，我大老婆，你们刚才不是说要找大老婆吗？他们说的呀，在我直播间说的呀，说是在找大老婆。我感觉他们踩扁，跟我后面的。我真的无心听他们在说什么话，我全看李老师在这刨了这些球。哎呦我，呵，好好好好，哎呀，你给人家姐姐都挤到画面外面去了，彻底。你俩清高，你俩了不起，你俩还互上了。耶，理想，我真的打你！来，我保护你啊！我们是小朋友，在游乐场。大老婆一下解决了2个。姐妹，你太卡了。我下去了。今天下台领盒饭。哎呀妈呀，哎呀妈呀，是没有别的地方可以煮了吗？我请问呢？右边。姐姐，我请问呢？不帮你老弟打再来一遍。对，我们都是唱越剧的。哎，我头上怎么没有啊？大老婆，开始混战了，开始混战了，受伤的只有一个人罢了。他这个滑下去，很像一个狗狗的那个表情包。这姐姐甩这个棍子好好玩儿。哎呀妈呀！原来这里这么好玩的！哎呀妈！哎呀，笑死我了！还有家里的，还有我的。我那个，我那个是客人。这边是在干什么？这边三个连线是在做什么？他们在做连线。哎呀妈呀！哎呦哎呦，又剩你俩了是吧？这个画面是容不下第3个人吗？我累了，我的头发都没了，我等会儿。你已经拍完了哦，还有7几个还没出来。嗯，好可爱，好可爱。我大老婆又不高兴了。围好了。哦，陈老师92年的，那我现在他是差1岁多一点是吧？0几个月，我记得是这样。但
是如果陈老师是天蝎座的话，李老师就可能是94的，对吧？没有了，这不送了。你笑，真的，我感觉现在你能在是吧？不是，我知道他的头顶露出来了，因为大老婆你把头顶露出来。头顶在了呀。我看看啊，我看看我能不能送你。我压到你的腰。我看看我能不能送你了。你帮我自转。那哎呦，我知道这是礼物。那礼物怎么了？做我的新娘，是不是啊？那做你的新娘。哎呦哎呦，还得重复一遍，猝死你吧！哎，只有陈老师这个衬衫是拉出来的耶，他的老婆们衣服都是掖进去的。他身上自带那种少年气。换走了，刚才在你头上，然后要到他后上去了。你看，因为我卡你卡。对不起了，姐姐，连特效也是 CP 粉。我也只是来休息的。我还以为他们要来管我。还骂了我们4个小朋友。哎呦哎呦，这个眼神，李老师那个眼神还瞥一眼。这样你们这样连线是听不到对面他们在说，可以关掉的，要不然很吵的嘛。我也刚学会。哦，他们2个还在开。佳妮在说什么？知道，你把它开起来。佳妮聊得好欢啊！哇，佳妮。李老师逐渐往那边倾斜，想要把谁挤出去啊？嗯。1488。佳妮你好厉害，佳妮，你听到我讲话吗？又连上了，是又连上麦了吗？这没剩几分钟了，又连上了。哦，没连。是在省一校的，妈耶！还是嵊州一校的？哇！哦，对，还有这一块这个姿势。你好轻哦。差点我终于4度。知道陈丽君的腰为什么老是上吊了，就因为家中有老七。哎呦哎呦哎呦，合着最后这一段虎狼之词。我喜欢坐着的这个，我们这几个人都坐着。哪里有人写的啊？坐着。刚才是云霄坐的，不是你。哦，老婆太多。司机你说为什么腰不好？老婆太多。我能听，别说了，我还是个孩子。佳妮好厉害啊！哇，5000多啦！我要听一下佳妮在讲什么。什么5000多呀？我们要拍几个了？1000多，很高啊，很高。然后我看到他们那个什么工作室抓人来了，是吧？我们的孔团。那是你年轻的吗？保时捷啊！谁那送你的？是我也跟他们的好多好。谁送了个保时捷啊？是奋斗中的。又贴上了，又靠上了，又扶上了，又躺下了，好，又搂上了。哇，你这个礼物这么大的一个，谁啊？我说东金显东他们也在。哦，是吧？哎呀，老姐，你看我老这一套丝滑连招是吧？你老姐来了，你老姐都不用多说一句话就知道，就是这2个人就知道自己是什么分工是吧？一个躺一个搂，一个靠一个的。真的，明天叫我下班过来通知东西，我啊？什么？笑死了这个摄影工作室。是要拍集体了吗？哪里啊？啊，开工了吗？是吗？在哪里开工了？谁喊？哎呦，他这刚那句好娇啊！没有，还是那里。哦，好像有。啊，这么早？我以为2点多才。那我头发乱了。这还要背词啊？那我头发不行了吧？琪琪？可以的。那我一定要等会藏后面一点。可以的。每个人举着一个手机，等一下就是大家手机会没电。你就这么把我丢了。看着我袜子都掉。我觉得云霄，我觉得我头发不行了。你头发不行了，跟他说有什么用啊？他给你弄好哦，他可以，好，是我多嘴了，是我多虑了，哎呦喂。
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的直播团队。那我先挂了啊。就是窝在一块呢，太挤了。他用啥？哎呦，妈呀，妈呀 ！Welcome， 再看一眼，怎么个事儿？这什么突然怎么就靠上了？哎呦哎呦，还炫耀！哎妈呀，还看，他还瞥我们一眼，什么意思啊？可能是的，因为我们要开始。好好好好好，你俩了不起！哎，对每个人的地方满天星的。我忘了这个。